许多人因为喙齿歹、较恶补甲吞，即嘛造成健康的问题哦。伫咧新店有举办社区料理比赛，有设计适合许多人的料理，佮有找营养师来教民众安怎互许多人食较会得嘛较健康，希望来打造个人优先的料理。甲煮甲烂烂的刺瓜子，中放入去肉、甲枸杞，边佫用花龙果，另外一边是用金瓜甲青香肉做菜。大家发挥创意，设计出适合时大食的料理。青香肉落去做泥，然后把它甲伊重做一块，敢若鸡块安尼，就是小朋友麦当劳上爱食的迄种鸡块，嘿。然后阮内底佫有足营养的栗子南瓜、菜头佮淋淋，交迄个四季豆迄个青花菜，然后迄鸡肉内底咱有掺迄个坚果。那坚果我就甲剁甲幼脆质。营养师指出，时大因为岁数增长，喙齿咧部甲吞的方面拢会豆豆退化，若影响生活品质，也增加健康的风险。所以咧传时大食的时，爱选择好加好消化的物件。他的牙口不好，可能咀嚼能力功能比较差一点，所以导致可能比较硬的东西就会吃不下。所以如果在家自行制备食物的时候，可以透过3好1巧的方式，然后让食物软化，然后或者选择一些比较嫩的一些食物，然后让长辈比较好入口。像比如说每餐水果拳头大，所以其实就是长辈们一天一餐吃一个拳头的大小的水果，这样子就可以摄取足够的维生素跟膳食纤维。新北市卫生局指出，今年台湾已经正式进入超高龄社会，时大健康饮食的观念愈来愈受重视。透过比赛来设计适合时大食的料理，趣味甲实用。记者杜君和新竹报道。